右属持，表示以控制五谷金刚杵于胸前；左属持，表示现空之力于腰际。双九金刚加辅坐，身上以13种圆满报身服饰张眼，即绫罗五衣与珍宝发饰。绫罗五衣、捻流、肩披、飘带、腰带、裙子；珍宝发饰、头饰、耳环、项链、底缠、璎珞、手镯、指环、足镯等这些呢，就是在圆满的金刚萨埵的宝圣像的仪式等，还有它的张饰。那么这个来说的，我们就是法身、报圣、法身、宝圣、花圣，这三圣当中呢，就是宝生佛的13种这个服饰跟它的张饰都是一样的，这不光是金刚萨埵。那么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等这些，比如说我们的八大菩萨在我们藏传的里面的八大菩萨都是在圆满13服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张饰嘛，这都是一样的。那金刚萨埵与百脉佛母而相应，身体现而无自性。我们在修持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当中的，或者是在我们在修持这个大圆满前信无加性的时候，我们在修持的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持观修方面来说的，那就是观修金刚萨埵佛父佛母相应相的。那么就是有金刚萨埵本尊以百满佛母相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本尊观相的时候然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比如说身体现而无自性，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观相本尊的这个修持都一样的，我们就修持就是观想任何本尊做深远慈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要知道现先处的这个本尊呢，就是在身体肤饰各个方面都是观想出非常清楚的观想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佛但是无自性那么就是这个方面来说的不是像我们人一样的那么这就是现空犹如水液或镜中镜中的现出的影像一般显明了然。那么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在虚空中出现的这个彩虹一样，或者是我们在水池当中会现出就是天上的这个月亮一样，天上的月亮显出在那个水的里面的时候，也是看出来相当也是月亮一样，但实际上不是我的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月亮在水里面，但是真正的月亮在天空，然后在它呢就是在天空出现的时候呢，水里面也是同样的会显出一个月亮，对不对但它不是真正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月亮，所以就月球本身在天空，但是水里面就是它的光照着我们，在一个对着一个地方看的话，那水里面就是会有月亮。就像这个样子，我们在空中观想成的金刚萨埵佛，那么就是在我们照着镜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看得到镜子里面清楚的一个脸一样的，或者是在水中出现的月亮一样，它是无自心的。自己土地上所观圣尊的面朝向与自己的面处相相同，以上位所依对治力。所以我们前面有不是讲那个4种对治力嘛，
四种对治力呢，就是所欲对治力，相当就是所欲对治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要消除所有从无数的时间以来所造的一切业障、生与意，一切所造的所有的业障，都是要清除。我从今天开始要忏悔，忏悔的时候呢，能够可以就是圆满忏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缘故呢，就是需要一个对治力。所谓对治力来说到，一个人做了很多很多的错误的事情，今天如果是做一个承诺，再也不做相同的在过去所做的这种错误的事情，那他要有一个相当就是非常可靠的一个对治力，相当就是在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最尊重的人，或者是就有些就像国王那么在一些比如说一个军人的话，那就是他的将军最大的军官的面前呢，他就是承诺过去他所犯的罪再也不会去犯这个罪，就这样，或者自己最怎么说呢，那个信任的，而且最不光是相信，就是这心里也是最怎么说呢，那个真爱的人的面前，我们就是承诺一样的道理。那我们就这个时候呢，把上师金刚萨埵佛当作是生生世世当中最有恩德的父母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轮回中的所有一切众生的唯一的依靠，唯一能够可以救度我们众生的具有圆满大悲心的、圆满智慧的、圆满了一切功德的佛，也这样去想那么他那就是为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任何的分别心，都是当作他最重要的小孩一样。就是一个人来说呢，其实自己的小孩是最重要嘛，但是有很多小孩的话，那也是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等等这种的想法去看，那我们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第一就是可以信任，第二呢就是知道金刚萨埵佛呢就有一切这些智慧和功德圆满成就圆满殊胜的三生四生五智圆满的一尊一位正等觉佛。所以呢，我在他的前面作为这个忏悔，作为消除业障的话，他可以作为我的这个消除业障的对治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呢，这就是作为所欲对治力那我们要知道所欲对治力，平常就是自己到了佛堂前面平常就是我们在每次来佛堂的时候，那佛堂的前面佛的前面就是做一个忏悔那我上次来到佛堂到今天的之间有什么就是有错误的地方、不对的地方不够用心的地方、没有如法的地方，全部都是我在这里忏悔。那我就接下来呢，就是一定会就是要更圆满修持精进。那佛要加持我，佛要怎么说呢？那个保佑我的、保护我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精进的心要这样去忏悔、祈祷，都是本身来说到都需要的。而且这种时候呢，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所欲对治力，就是佛堂当中供养的这些诸佛菩萨的像那我们今天这个修持金刚萨埵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自己坐在任何地方，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东南西北的方向，就是说应该是向东，应该是向西等等这种说法，主要是在自己的佛堂里面，或者是自己的家里面，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的，反正自己坐着的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相对的方向，我们观想成金刚萨埵佛在头顶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是同样的是对的、正确的。那么金刚萨埵佛呢，就是我们非我们人类的一个他的这个悲心感，非人类的他的这个眼光。像比如说一个人看着我的时候，他是用人的肉眼看我们，他听我们的话的时候，那他就是用我们人类的肉耳听我们。那他想你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用人的智慧来
想分析你的说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观想的金刚萨埵呢，就是它是非人类超越人的眼神，超越人的怎么说呢？那个耳是，然后超越人的怎么说呢？那个智慧的，那么完全是就是佛眼、佛耳、佛的这个怎么说呢？智慧的智慧来要看你的、听你的，然后就是想你的事情，以这样去观想。自本作人着康着